屏东推广客运车做公车已经几啊年啊，最近佫增加3条路线，要互时代也佫有身心障碍者，若是要去互医生看，甲买物件会当佫较利便。 屏东县政府自2018年开始推广客运车做公车，为着要互客运车公车路网更较完整，今年扩大服务8个乡镇，马里加东乡正式试营运。规划3条路线，方便社区时代甲身心障碍者去市内看医生、买物件。中华伊的身体佫加外健康的哈，要来对啊，就来叫你就有，安尼哦，介方便，真好哦。那现在目前的话，在我们嘉东乡有3个路线，有2条路线。 北嘉东跟南嘉东都是往那个安泰医院跟辅英医院，也会经过林边。那另外一条路线的话是走访寮的部分，就是访寮西线这样子。 屏东县的客运车公车除了部分车帮需要先注文才会当坐，其他包括即届增加的3条路线在内，拢会甲一般的公车同款，照时间表到各地车牌。坐客运车公车一届10块，若是摕敬老卡、铺盖卡，屏东县府逐个月补助500点，会当用卡片内底的点数纳车钱。坐火车、市区客运、公路客运嘛会当使用。嘿，因为客运车很多地方都到不了。 我们现在执行的路段就是旅行末那个这个就是等于是我们的旅游末端嘛。我们就是客运车到不了的地方，所以我们一定要进来。嘿呀，不然我们很多长者他没有办法出门。 客运车公车串联市区、医疗、学校，正做偏远地区时代看医生、学生上课和居民买生活用品正重要的交通工具。县府表示，客运车公车目前使用量已经比以前成长超过3成，未来继续扩大服务，互照顾路网更加完整。记者综合报道。